我现在加入会不会太晚了？Bullshit bro，我觉得你现在加入刚刚好。现在一堆人失业，躺平，根本没有见黑狼。Motherfucker，我又不抢那些穷鬼的钱。那你抢谁的钱？谁有钱，我他妈抢谁的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我等了3年，就等一个机会。我要争一口气。我要抢我想要的所有东西。请问大侠怎么称呼 You can call me Superman。You know what I'm saying？我白，这名怪难听。你名对来呀 ？Supermarket。我以前在超市工作，所以 Supermarket Superman。Yeah。OK，我加入。